中央社记者张建中新竹29日电，太阳能厂联合再生能源今天宣布，子公司永旺能源出售2家孙公司100%股权与 Clean Capital。这次交易包含美国约 13.2 MW 的太阳能电厂，总金额逾新台币7亿元。联合再生指出，永旺是将子公司 General Energy Solutions USA 旗下的 ET Energy Solutions 与 Tipping Point Energy Corp PPASP 以2家公司100%股权卖予 Clean Capital。据统计，总交易金额2425万美元，超过新台币7亿元，估获利635万美元。联合再生表示，这次交易包含美国印第安纳机场第1期太阳能电厂，使用超过 4.4 万片太阳能模组，约 13.2 MW 规模，每年可产生近1700万度电力。买家 Clean Capital 是一个洁净能源投资平台，已投资超过100 MW 的太阳能营运资产，投资金额逾3亿美元，在美国11州持有并营运108个太阳能厂。编辑：张君茂，108-0129。